想邀請大家嚟做個小測試先。而家花少少嘅時間啦，幾十秒得噶啦。我哋一齊咧去注意下自己嘅身體嚇。甚至咧你唔需要眯埋眼，就算你而家係坐喺度啊、企喺度都唔緊要。我哋試下觀察下自己當下個膊頭嘅狀態先。究竟個膊頭係縮起好近耳仔啊，定係咧比較離開耳仔向下沉嘅咧？跟住又留意下自己個下巴啦，有冇向前推？同埋咧嗱，觀察下自己嘅呼吸咧，你吸氣嘅時候，究竟係個胸口脹，定係個肚都喐嘅咧？同埋幻想而家如果你想講嘢嘅說話嘅速度會係快定係慢嘅咧？大概有個答案俾自己係咪啊？好啦，咁我都話俾你聽咧，呢個我嚟測試啲咩先？嗱，假如你嘅膊頭咧係向耳仔靠近嘅話，呼吸比較淺同快，下巴向前推咧，咁而家你個神經系統咧就比較偏向咧喺一個踩住油門踩緊油嘅狀態嚇。咁但係如果咧你個膊頭咧係沉肩離開耳仔，呼吸咧會喐動腹部，即係一個深嘅呼吸，同埋膊頭放鬆、身體放鬆嘅話咧，咁我哋偏向喺一個咧踩緊 brake 剎緊車嘅一個狀態啦。咁今日呢一集咧就想咧去認識下咧我哋個自律神經系統，即係我哋情緒背後嘅一個好重要嘅成個 framework 啦。咁同埋點解要理解呢個？就係因為咧讓我哋對自己嘅情緒反應咧有多少少嘅理解同埋同情。咁我哋嘅自律神經系統咧，就係嗰個咧不受意識控制，自己喺背後咧自動運作嘅一個神經系統。咁主要有兩個分支嘅，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同埋副交感神經系統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交感神經咧就係我哋講踩油門俾油嗰個位啦，佢負責咧去動員我哋嘅身體去應付咧唔同嘅挑戰同埋威脅嘅喎。咁譬如咧，我哋感覺到有呢一啲嘅狀態咧，我哋就會心跳加速啦，呼吸會快咗啦。咁啲血液咧就會由消化器官咧抽到去啲肌肉嗰度，等我哋嘅感官咧變得更加 alert、更加敏鋭，變咗真係要去 take action 嘅時候咧，我哋會更快。咁而副交感神經咧就係我哋個踩 brake 嗰個位置啦，佢咧負責讓我哋嘅身體咧進入一個休息、消化、修復嘅狀態。後邊咧慢慢幫我哋咧放慢我哋嘅心跳，加深我哋嘅呼吸，讓我哋嘅消化系統咧可以好好嘅工作，讓身體去修復細胞，讓大腦進入一個學習同埋創造嘅狀態。嗱，喺一個好理想嘅狀態之下咧，呢兩個系統應該係靈活切換嘅，即係佢需要去行動踩油嘅咪踩油咯。咁但係你做完嘢結束嘅時候，就會踩翻 brake，等自己可以進入翻個休息嘅狀態。不過問題就係咧，而家我哋現代嘅生活嚟講咧，基本上嚇我哋咧都係長踩住油門㗎啦。譬如講 deadline 啦、小朋友考試啦、功課啦、婆媳關係啦、財務壓力啦，可能聽到啲唔想聽嘅説話啦，一啲唔想見到嘅新聞啦，所有嘅嘢咧，對我哋嘅杏仁核嚟講咧，都係一啲咧好大嘅威脅信號，都會啟動到我哋嘅交感神經嘅油門啊！咁我哋咧就有一個理論咧，叫做多元迷走神經理論 （Polyvagal Theory），由神經科學家史提芬·波格斯 （Stephen Porges） 提出嘅。咁佢講到我哋就有3個層次。第一層係腹側迷走神經狀態，讓我哋感覺到安全，願意去 connect 連結，同埋能夠溝通創造嘅。第二層咧係一個交感神經嘅狀態，係 fight or flight 戰鬥或者逃跑嘅一個狀態。而第3層咧就係背側迷走神經狀態，凍結、關機同埋麻木冧咗自己嘅一個狀態。咁情緒調節嘅目標就係盡量希望自己咧停留喺第一層，以及當你離開第一層嘅時候咧，有方式有工具去將自己帶翻嚟。
咁至於喺瑜伽哲學入面啦，咁我哋咧就有唔同嘅能量走向嘅方式。咁我哋咧有向上走嘅生命能量啦，我哋嘅 Udana 同埋 Prana。Udana 就係已經吸咗入身體入邊嘅風息咧，向上走向頭腦嘅位置。Prana 呢一種風息就係由外面嘅世界帶向我哋身體入邊，我哋由外吸向身體入邊嘅一種風息。咁呢兩種啦，同埋我哋仲有一種 Apana， 就係將我哋啲身體唔需要嘅嘢咧向下流嘅能量。咁如果我哋向上同向下嘅能量 Udana 同埋 Apana 咧，兩者有失衡，或者我哋咧由外向內吸入嘅能量唔足夠嘅時候，呢啲都係一個失衡。咁呢啲嘅 imbalance 咧就會帶領到我哋咧去到呢三層嘅狀態，對應翻呢啲嘅狀態。咁譬如我哋點樣去調節呢？喺瑜伽嚟講，我哋就會用上 Pranayama 調息法，本質上就係咧希望調節呢兩股能量嘅平衡啦。好啦，嗱，咁今日我哋嘅工具箱下，首先就分兩個部分先啦。第一咧就係一個自己嘅 evaluation 自測，跟住之後咧就係去再調節自己啊嚇。咁所以咧第一部分先。咁我哋咧首先用30秒嘅時間啦，去 assess 下自己，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條問題，我嘅呼吸係喺胸口定係喺腹部咧？第二條問題，我而家想講嘢嘅說話速度係快定係慢呢？第三條問題，我對身邊嘅人，我係想靠近定係想遠離呢？好嗱，俾翻個答案大家先。如果你個呼吸喺胸口咧，就偏向係踩緊油門啦。咁如果喺腹部嘅話咧，就係踩緊 brake 嚇。而如果你講嘢嘅速度係想快，又係踩緊油門喎；想慢或者甚至想靜默落嚟咧，就係踩緊 brake 嚇。至於對身邊嘅人，你想靠近就係接近我哋嘅第一層。如果你想遠離嘅話，即係咧你好想去踩油門，或者咧好似冰封自己、凍結自己嘅狀態。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去 assess 咗自己嘅狀態先嚇。好啦，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去調節咯。點去 regulate 咧？咁我哋咧試下用呼吸去調節。咁呢個喺我哋瑜伽課堂入邊都成日做嘅1:2嘅呼吸比例啦。咁如果得嘅話啦，包括你嘅心臟啊、血壓冇特別嘅變化咧，咁甚至中間可以咧俾1-2秒嘅停頓，做一個止息添。咁我哋今次就試下用鼻吸同埋用口呼。口呼嘅時候，你好似幻想我哋要吹熄蠟燭嘅方式，係嘛？好啦，嗱，講多次個步驟先。我哋用鼻吸，我哋試下吸4秒。中間停頓止息1秒啊，跟住然後咧，我哋就呼8秒。嗱，如果你覺得好困難喎，即係呼唔到8秒啊，會真係好似冇晒氣咁樣咧，唔緊要，吸3，止息1，呼6都得。OK， 咁我試下用簡單啲3同6先啦。咁我哋咧慢慢去學習，慢慢去遞增。好啦，咁我哋試下啦。而家一齊先坐直啦，腰直，膊頭放鬆。我哋會做3個循環。我哋先用鼻吸1、2、3，止息，呼1、2、3、4、5、6、7，吸氣1、2、3，止息，呼2、3、4、5、6，吸2、3，止息，呼2、3、4、5、6。One more time，吸2、3，止息，呼2、3、4、5、6。好，去返自然嘅呼吸先嚇。好啦，就希望咧呢個小小嘅3個循環嘅呼吸咧，先帶走自己今日嘅繃緊先。希望到而家當下可以幫到大家少少嚇。希望咧做完之後，你可以 feel 下膊頭有冇咧降翻低少少咧。
嗱，呢啲唔係一啲安慰劑啊，而係我哋嘅迷走神經喺度咧收到我哋發放嘅剎車嘅信號。咁其實咧，我都想講，尤其是好多朋友而家開始咧理解多咗情緒工作之後咧，就會慢慢明白，有時咧，當我哋情緒失控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好衝動啦、好崩潰啦，或者直頭完全好似想自己咧熄咗機咁嘅時候，我想話俾大家聽咧，當下嘅你並唔係你意志力唔夠強，而係咧我哋嘅神經系統咧喺佢所知嘅能力範圍入邊咧做咗佢認為可以讓你生存、讓你能夠活着嘅一件事。我哋嘅神經系統唔係壞咗，唔係控制唔到自己，佢只係盡力用佢做到嘅方法去保護你。喺瑜伽嘅哲學入面咧，咁我哋嘅瑜伽經有一句經節係咁講嘅 ：Stiram Sukham Asanam， 穩定舒適就是坐。Stiram 穩定 ，Sukham 舒適，呢兩樣嘢係同時存在，唔係完全嘅穩定，但係一啲都唔舒服，亦都唔係舒服到完全唔穩定，係兩者一個中間地帶。呢個就係神經系統咧最健康嘅樣子。所以今日咧嘅少少嘅 prescription 俾大家嚇，希望咧今日咧就係如果你任何 feel 到有壓力開始咧拍你膊頭嘅時候，你試下咧做一次3問嘅自己 self evaluation， 問一問自己你嘅呼吸啦、你嘅膊頭啦，同埋咧自己喺呢一個時間你嘅説話嘅速度會係想快定慢呢？同人係想靠近定離開，然後再做3個循環去嘗試延長自己嘅呼氣。嗱，記得唔好等到自己真係要冧檔崩潰先做。當你壓力已經開始咧點着一個小火苗嘅時候咧，就好做呢一個時候咧係最好嘅效果嚟㗎。試下將呢個呼吸記住，佢係你最簡單、最快速、隨時隨地可以用嘅一個踩剎車掣嘅一個方式。多謝大家今日聽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Namaste。